飘到随风去。其实我刚跟世慧老师说，我都快要哭了，四位评审都要为你鼓掌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咪高今天带落也边吼，全部是最后的，落咧。然后什么？快点，好意思了点。你快差不多也冇英文冇變咗啦嚇。最强嘞！不会啦。三姑娘啊，冲啊！心莫开呀，莫冲过的心唔爽，老热打你腿，老热穷下來。哇！同前朋友夾，呀嗨，安尼個呢季冠權呢6強積分賽天一禮拜哈。倒數了清明天一禮拜啦哈。清明天一禮拜啦哈。大家讀到安尼所有的參賽朋友啊，大家緊張到吼。哎呀，經驗不要緊張啦。這吃不下的吃不下，對不對？睡不着的睡不着，對不對？反正就已經比到這個階段了，對不對？沒有進前3名也沒有關係啦，哈。係盡眼淚嘛，嗬。係啊，報名專線人叫66667人啦，哈。一隻舞台隨時定也對啦，哈，冇問題啦，加油加油！積分賽比賽規則，大禮拜由無共樣的主題，參賽者自家選稿的，經過6禮拜的比賽，累積分數最高的前3名，就可以進入到贏冠軍的比賽。今日評審欣賞由葉家樹欣賞，齊思飛欣賞，總飛欣賞，姚小琪欣賞。講一下呢評分的規則啦，哈。有請到阿公。來。哦，今日的主題吼，無口中經驗吼，哎呦，我說超好神狂驗，乜個東西？超好神超好神，做喺傷腦筋啦，傷腦。好神啊！我即個吼，即個啲無口中嘅表現啊，本大家看到講，我念咩曉得講，哦對，很多顛覆評審對你嘅想法，把你的特色表現出來，可能不小心哦。馬上就往前跑了，對不對？所以只剩下1個禮拜可以跑了，所以要把握機會。青春的哦，讓住讓得了哦，加油加油！哦，就這樣，按是表示講，比如講，按那個浩宇，佢平常就唱秋林的歌誒，是，結果佢今日帶了無共樣的動感的舞曲，哦，那就是顛覆老師對他的印象啦。那有可能，對，誰們講沒有？那個可能會扣分啊。經過編曲啊。不，如果 C 曼按講由按那個志成來唱，他用 R&B 的方式又冇共樣了哈。這也是顛覆，對不對？對啊。那如果邱姐姐，今天來唱那個性感的，邊唱邊拖的。不要，為了我們節目的收視率啊，還是算了。那也對。不要犧牲哈，邱姐不要犧牲。我開個玩笑而已啊，來。大家真係希望你哋分享王怡涵帶來亮灑。啊，亮灑迄一灑幾條歌啊？冇共樣嘅亮灑。好，來彈翻啦。其中我愛唱嘅歌係吉娜老師嘅亮灑。呢首歌老我之前唱嘅歌曲有安泰嘅差別，我呢時嘅時節也很吃力。唔過為到禮拜嘅比賽，我咪會全力以赴，加油！像是家，像是梦嘅，像是歡喜，像是走給了經驗。你走黑過，我勇敢。
凉沙散步，凉沙健康，凉沙平安，凉沙很强悍，凉沙数天数，爱幸福。很马萨总会皮的，很马萨不是离开，很你，很你，就很你。平安，凉沙很强悍，凉沙数天数，凉沙，凉沙。哇哦，重赏鼓励啊！厉害！哇，遗憾，干嘛没想到团个呢，吉娜老师的歌曲，也表现的有不同的味道，不同感觉。有你的味道。有。你像感动对不对？没有很紧张，怎么说？你因为这个歌曲是我平常不太会唱的。那你为什么想要在这个时候挑这首歌？因为要挑战自我，挑战自己啊，就是要让颠覆老师对他没想到雨涵还可以唱这种东西。对他可以的，我相信他可以的。对，你的歌唱实力真的很厉害。什么？无可挑剔。哦，别紧张啊，OK 啦，OK 啦，不是讲了，不是讲了，OK 啦，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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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对，我刚还以为亮傻，要把那个谢宇威老师那首歌要改成亮傻。没有。看你亮傻，主动爱给你。没有，厉害的，厉害的。下一次我唱三傻，看你三傻。好，唱完了。挑战成功，不用抢怂了。成功，来，从特来的汤，叶老师。阿公，请问有没有颠覆？好，阿公今天会比较严一点哈。阿公，你不要那么严呐，你那么严就会想到你小时候把我打掉的样子。雨涵实在是今天真的挑战自己，因为挑歌我们不知道轻微冲国，可是他的节奏感其实一直都不好。利亚树国呢，因为尤其他今天又没有拿吉他哈。对，可能对呀。那一方面是这样，然后第二方面是这首歌，它是因为每一拍它是 slow rock 的，所以它应该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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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是三颗在一起的，所以它必须要有那个像那个 get 像这种味道，这种摇晃的感觉。那他身体都不太动，所以这个节奏感一直在声音里面就听不到。因为你一开始的前2句我就把你扣分了，因为他这个句子是 get 谁呢？讲，可是你把它拖满变成讲，那就不讲了，它就不漂亮了。然后后来是温柔，没有温酒，它这个咬字都不是直接要把它拖到满的。我还是建议你还有一次那孩子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你要唱歌的时候记得，只要用念的，让人家听得懂，冲出来。你这么会唱的人，你就冲本你就干够，就是这些观众都是客家观众，听这些客家歌的时候，觉得你虽然不太会讲客家话，可是你唱的客家歌
给点糖油，哎，往上中溜啊，然后你才可以感动他们呐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当然我是有扣分的，但是分数还是不会太差。哦，那还好，那好，讲到这种当电影奖用。对啊。好，来看一下大家分数，来。王一涵的分数。哦。还行，还行，可以啦。好，恭喜，还有一个礼拜哈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嘞，杀来。郑浩宇带了勇往直前，好。来，躺下来。第一把要唱按家的歌曲真的很紧张哦。之前有听线上广告，还可以唱困难有线上的歌曲，鼓手日本人来上来挑战困难，希望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，加油！张开一个龙洞天涯，天太地太漫来为黑爱无下，层层风沙，爱无处当当。你跳啦啦声的老爱来做伴。虽然呀天又高又暗，虽然呀风又太又冷，虽然呀困到披萨，俺没讲，爱勇往直前行，爱勇往直前行，比高最严嘅山挡，宽边远航。爱勇往直前行，从你勇往直前行，比高最路路，俺唔会惊。风前云腾。天梯来做下，对酒唱歌小款人间嘅戏法，就像爱七家，就像爱一沙。你讲爸爸生嘅老爱来做伴，虽然呀天又高又暗。虽然呀风又太又冷，虽然呀困到披萨，俺没惊。爱勇往直前行，爱勇往直前行，比高最严嘅山挡，宽边远航。爱勇往直前行，求你勇往直前行，人生嘅路路，俺袂惊。拜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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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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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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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哟，勇往直前行。拜哟！哦，拜哟！到底是张惠妹学谢宇威老师，还是谢宇威老师学张惠妹那首歌？拜哟！哦，那条歌对你来讲挑战性动态吗？快歌没有唱过，你没有唱过快歌吗？哦，他一直都唱秋林的。哦，秋林都是很慢的。对，秋林都给他唱完。同样要水提嚟用嘅。对啊，要一年多都连水呀。好好睡。第一次挑战哦。对，第一次。有很困难吗？有没有懂？太快了。你是说什么太快了？你说很少在小康老师弄太快了，很少在节目上弄，弹的太快了啦。那是我们鼓手老师的弹，你打太快了，没有，他真的跟不到就没有很习惯唱快歌。是哦。哦，每一个人这个声音发声的这个习惯性啊，对，比如说他唱抒情歌曲比较好听，快歌可能就比较不拿手，至于按那讽刺的，哦。
哎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今天还 OK 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哦，他就有说太快了。对啊，你练的时候觉得整首歌哪一方面你开有困难？就是它的主歌跟副歌，它会变，就是拍子的话要加快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要重新抓过。我刚看你脚在那边，哦，好像臭屁一样。没有，不是臭屁，不是臭屁。但是你又不走，对，脚一直踏，但又不走。他那个拍子是踏的有点怪怪的了哈。对对，好像那个好，有一点啊，有没有？哦，是阿根啊，不是这样吧？不错不错，挑战这个懂货啊，很好啊，听看评审好了，老师怎么讲。从头用版的，我们4位老师，4位老师。浩宇，其实我首先我要先，应该讲我要给你一个赞许哈。其实亚叔哥对你来讲，真的应该是真的挑战性非常大。因为发挥哈，用两个歌星来看的话，吼，亚叔哥的真嘅那发挥真嘅有动态困难。不过其实亚叔哥的头前的节奏底部呀，其实你就已经开始在乱了。好，因为阿巴萨诺瓦，所以加个冲点的点数啊，它会比较大。其实你唱国的你就顺的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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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身体唔是讲一天要用板痛，就按呢，一点一下，其实我就看起来就当轻松诶。可是你整个绷在那里，你抓不到那个精髓，你就会显得你放不开。这真的很可惜，好，真的很可惜。某两个赏仙其实要唱 rock， 我真的很喜欢呢。其实规则的表现来讲是只有3个字，放不开。就是放不开3个字，还不用来考一发，你整个应该表现会非常好才对。好 ，OK， 安之 say。来，可以喊2个粉丝来。文浩也粉丝。这个分数哇！如果在传统组的话，应该是92分，相当于。加油！还1个礼拜，先不要紧张啦。我刚来的时间做读多期啊，陆可好紧张哦。你紧张什么？不是啊，因为这个今天或下礼拜就要那个冠军赛啦。我说你想那么多干嘛？对，你就不要去想，你要想说冠军赛跟我没关系。这样子就会唱得很好。对，真的。对，放开心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放轻松，加油！谢谢。好，回座休息。好，那一根要拿回去吗？他没心情，他没心情。好了，3号了，我们的大姐。邱金妍带来种音。哎呦，一条歌去唱起来唔知乜嘅意思哈。来，大家来。演歌的味道吗？飘到随风去。其实我刚跟世慧老师说，我都快要哭了。4位评审都要为你鼓掌，我觉得非常棒。情说可以，我讲。我觉得你那个不够性感。我今天不是怎么样，不是庞德女郎的。你看，但你讲奇怪，他讲话怎么就觉得，我就不是庞德女郎的。而且他说庞德女郎的。大家好，今天唱尤兆琪老师的作品《掌中印》。为了练这首歌，我每次做完生意就开始练唱。今天兆琪老师也有来，在他面前，我要好好的发挥，请大家为我加油哦！
相知相会相思，缘的爱就像风中的花蕊，短暂又美丽，掉落随风去。甘愿的缘分牵，注定难相随世。甘愿的路断了线，愿多情人空余恨。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来为情多义，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惊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让爱在来生相遇。你变心，只怕来生难再相遇。茫茫人海里，来为情多义，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。假使有轮回，不惊你变心，只怕放在你手中给印，让爱在来生。相遇，假使有来生，不惊你变心。哎呀，哎呦哦，我们美空云雀冲太了哈，啊，厉害厉害，哇，不敢见人了哈，唱完不敢。哎呀，唱这首歌哈，其实表现最好的是我们的阿公叶嘉修老师。怎么说啊？他今天那个指挥啊，这首歌的指挥特别的卖力啊！哎呀，啊辛苦了，很卖力，丢脸。但是他一直就会抹宽，啊，摩擦你的笔了。你的紧张都应该有办法看啦哈。对啊，请注意哦，哎，这边呐，哇，这边才辛苦。要创亚中国对伊来讲，个挑战性一太的，对吗？真的，他说他一创亚出国外哈，超了2公斤呢，有很严重啊。然后法令纹也加深了不少。法令纹很好啊。对，没有唱过这种歌，而且2-3个礼拜就要把它学，所以压力特别重。所以啊，对不起，又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又开始对不起。他上次也是唱错一首歌，一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到下礼拜来了还在对不起。嗯。但是其实底下金美体啊，沈红呢也有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对，还有不要个九九啊？这个萍姐是老公帮忙绑的，我们可以转过来让观众朋友们看一下美好的事情。对，老公是喜欢绑还是喜欢猜呀？这个好可爱哦，老公大概绑了有2个小时。老公说我这么多的这种衣服。都快毕业了，要拿出来亮相一下。对啦，我说这好像不太好。听说你收藏了有快50件了，对不对？40几件。真的假的？一个柜子，老公很疼她哎，V 料雅雅和服有没有？一贴片抢你总缝，周瑜的你的衣柜子就放他这个在。老公有这种和服癖啊？不是啦，是我喜欢。你喜欢啊？我喜欢。想说要毕业了，全部赶快拿出来穿一穿。再不穿就毕业就没机会了。而且你改天如果有空间的话，你做的体给雕起来，有没有？把它展示出来。对，还可以售票哎。对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个是一个商机啊。展示的话又太不够啦。够啦，40件拉啦，拉摆啦，对啦。好，今天说真的你也尽力了，真的是很棒，挑战去嘎。至少敢踏出去。看有没有感动到老师，对吗？庄老师，我
其实有感动到我们。其实我刚跟世慧老师说，我都快要哭了。啊，你是替他紧张？对，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，就是即便是这样子，你依然站在那里，然后把最后一句唱完。我觉得，所以我们4位评审都要为你鼓掌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对，谢谢。那而且我觉得今天你特别穿着这个和服，我觉得很有味道。其实今天赵琪老师说他觉得好特别。其实根本你唱前面几句的时候，就让我听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音色来诠释这首歌。哦，其实非常好听。非常特别，以非常低沉的那样的嗓音来诠释，这是我们没有听过的，横一铺路没有听过的，我觉得那个味道非常的棒。那我觉得今天尽力了，而且一路上听到你在这里不断的你们黑喊你，但是你的客家话越唱越好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鼓励，非常期待，你可以再唱更多的客家歌，然后在这边，对，今天除了调拍，我觉得让我们听到很不一样的张中印，很不一样的金元姐。哇，好，来看一下改的粉书，有经验的粉书。不要看啊！我劝你不要看。对，我不要看，我不敢看。分数不是重点哈，分数不是重点，主要是和服有秀到就好了。然后你有让我们大家感受到那种感动的氛围，就不重要了。好，下礼拜按掉不重要。按掉。谢谢谢谢。下礼拜哈还有总冠军比赛，季冠军呐，季冠军，你是不是还要穿和服来？对，再来秀一套，好不好？你下一次会不会再带来平航线呢？不要，下礼拜拿自己最拿手的，好吗？好，加油！谢谢金妍姐，谢谢安志 J 回座休息。好来，下来。李维伦带来爱搞你冲山歌。哦，条后堂啊来，堂个来。下摆接到呀超好声嘅主题，我真嘅非常嘅緊張。一出想唔到創乜嘅歌曲，忽然間啊，在部卡嘅卡拉 OK 地圖看到顏志文老師嘅《愛高雄創山歌》，呢首歌曲啊，對我嚟講係一個動態嘅挑戰哦。希望今晡日會有同好嘅表現。愛高雄創山歌。對半夜到天光，愛講大彩茶，唱歌一山又一山，愛講大鑼鼓，咚咚咚咚輕咚鏘，愛講吉他弦，一二一一三。家鄉下就唱出來，唱到日頭愛落山，不分海色也濃，唱落山共無班呀，就來唱山歌，唱跳來愛唱你，就來打彩茶。你的路不愛變，大家來唱山歌，對台北唱到屏東。大家來打彩茶，對山東風唱到海邊，阿哥來打鑼鼓，咚咚碌咚輕咚鏘，阿妹來吉他弦，一二一一三，大家向阿就唱出來。唱到日頭愛落山，不分海色也濃，唱落山共無
板野，用酒来创山歌，唔通就来爱创眠，用酒来打菜场，你打路不爱记耶。一条歌诶，对你来讲，也系挑战性动歌的歌嘛？会吗？咁会，就较轻松的节拍啦。一种歌，你啲节目忙是呈现歌嘛？伊唱较少，较少啊。黑龙冲啊，那抒情歌、慢歌较多。阿某猪有点摇滚的歌诶哦。但这个没有那个勇龙之前很快啦，是刚刚好，对，没有那么快，对，比较轻松一点啦，哈，轻松一点。咁么蛮困难，创一条歌诶。因为之前创歌较都有节拍的问题，佮有上时就讲，就像讲先较轻松的歌来试看呢，拄好，阿要卡个卡拉 OK 地位，拄好有耶稣歌曲，系啊。各位就讲，大家就会，譬如来舞卡啊，阿婆就第二个来舞卡，大家就手都带下看，各就一般的练习咯，那片唔好，再来一遍。哦，按多年间老唔知真的啦。系啊，就拄好卡拉 OK 地位啊，按多年弹过咧，冇问题。唔啲问题，我係温先生。温先生啦，对啦。问佢指甲磨下啊，佢指甲用耐地讲指甲冲到啊，即间你要快些讲通道。好啦，你好，今后谈嘿，今后讲。所以按你这唐先生来讲评。好啊，有。蛤蟆先生，伟伦哈，其实对啦，今日的比赛哈，大家都当紧张。从前面第一集多了哈，今日先来说过，其实对你的味道、你的形象在懂哈。但有在第一点就讲那个毛麻笑面哎，你那个笑得很僵哈，听一点说，那个节奏拍子跟我们那个节奏好像毛麻共用哈。就像那个我们刚刚那个浩宇一样哈，对，那个表情还有那个律动上面不太对，这样跟这首歌不太对。然后还有一段就还有一部分就讲，你看歌词pitch的部分全部唔係用查了哈，但是你跟咬字的部分，这每一句你都是用断句的方式来唱，比如说我教你冲山歌，哈，比如说这样子的东西，其实你会唱当人成为风范，其实你的目的是要让律动点可以跳动。对，你的律动点要跳动，这律动点跳动唔可以用爱用冲，因为客家话特质是做向下的嘛，对不对？吸烟嘛，爱教你冲山歌，那你可以把每一句的尾音那部分，爱教你冲山歌，就是客家吸烟的发，假如说要做律动的话，你的每一个尾音往上拉，语音往上拉，但是你每一句都往下切。爱讲创山歌，对半夜都天光。然后我会形成一个麻烦问题呢，跟节奏两个人事实上是抵触的。那你冲到一边以后啊，你想要被他哈，但是你又太保守一点，放不开。然后你的舞蹈动作还跟节奏不太合，其实你的声线很不错，基本上就是说。如果你在唱这种歌的话，如果你带笑容的话，你再把这个节奏律动舞蹈带上去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分数你会很高的。但是很可惜它不会抹皮哈多哈。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，我认为我没有给你很高的分数，原因就是我希望再鼓励你，就是他没有很高的分数，你要担心哦。我觉得就是说对你来讲这不是你实力的表现哦，因为。前面给啥全部 update 动态嘛哈，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有这个季冠军这一场哈，麻烦你要再认真一点，好，然后把细节都再修好来，好不好？还是继续给你鼓励哈，加油哈！安子安，好，语重心长。Le Corno，很恐怖的样子，来看我。李维伦来复述。好。哎呦。当有老师 PK 上叶老师的时候呢，会蹦出什么火花呢？我现在先说明一下哈。谢彩贡，我的感觉是觉得他今天像捡到枪一样。他每次唱歌，我就都很担心他会出纰漏，这不小心会有一个小问题什么的。我今天很特别，就是整个包括声音，包括共鸣区啊什么这些都做得很好。
当然，赵琦老师讲的那个东西没错，因为你对客家话的了解不够多，尤其是 CN 的那个调子都是往上扬的，那么跟那个平常我们讲的那个海陆的那个方法是不一样。第二个，你要注意哦。不过呢，整个的歌曲唱起来，我觉得是真的很有味道，至少所有俺是相信用观众都听得懂，而且也知道，也觉得说你要高音冲上国嘛，哈，然后真的把那个山歌的开心的那个气氛有唱出来了啊！对这一点来讲，我是觉得他传达到他该传的讯息了。哦，那就至少他刚刚这首歌的味道是对，就我看过他的所有的演出以来，这首歌唱的最好。哦，好所以可能他以前都挑错歌了。他以前可能都挑错歌了。你走了很多冤枉路。谢。好了，还有剩1个礼拜了哈，下礼拜。当胎。加油！好，回座休息，按姿势。好嘞，撒下来买呢。来文竹，厉害了！今天要唱，请说客语，唱共合法。来，谈过来。今晡日我套嘅歌曲係盧文玉老師嘅唱共行語，大家唔好看我看起來動唱動定真嘅感覺，我咪動會唱夾歌嘅哦。希望等一下嘅表演會俾大家看到我強勇嘅阿文竹。我通講跳擺嘅世界，講合法會伴同學鳥，順紅為家嘅派嘅下，請說國語。若對錢那衝人錢，你當愛你下一位，到時你走來走去，真生氣。到了下，我愛的高音合法大招呼啊哈，基本的門後一請說客語，我講你好漂亮，誰會安將剛上一身夢意，有空來玩，有喊累了吃飽了嗎？吃飽為夢，最後愛紅也愛你，我通講跳擺嘅世界，講合法會伴同學鳥，順紅為掛嘅派嘅下，請說國語。若叫錢那衝人氣，你當愛你下一位，到時你走來走去，真生氣。到了下，我愛的高音合法大招呼啊哈，基本的門後一請說客語，我講你好漂亮，誰會安將剛上一身夢意，有空來玩，有喊累了吃飽了嗎？吃飽為夢，最後愛紅也愛你。請說客語，我講你好漂亮，誰會安將剛上一身夢意，有空來玩，有喊累了吃飽了嗎？吃飽為夢，最後大家共下來紅，最後大家共下來紅，最後大家來紅下咖啡。哇！文竹，你好，太棒了，亲爱的。哎呦，好爽啊！好爽啊！对啊，你早应该要唱这种疯癫的歌了。疯癫。其实那是我内心的澎湃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从结婚那一刻就开始知道。外表看起来，你自己说你是好妈妈、好媳妇，对 OL， 他自己讲的嘿，哦，但是他内心是澎湃的，是的，野性的哈，很野啊。所以这次蛮挑战的了。你刚刚有喝点酒对不对？真的，哎呀，你干嘛去酒醉呀？嘿呀，一种结婚的时间的酒醉。对呀，而且今天穿这种 OL 打扮，然后唱这种歌，其实反差很大呢。对呀，其实应该可以开到这边来。
说没有不好看，也对啊，不好看哦。不是你刚刚，我觉得你那个不够性感呢，不够性感。我今天不是怎么样？不是庞德女郎呢。你看，但你讲奇怪，他讲话怎么就觉得，我就不是庞德女郎的。而且他说庞德女郎的，真的很棒很棒，今天挑战很好呢，冲得很好呢，就如释重负哈。对，冲真的，对，真的哈。OK，这首歌练了多久？练一个月。弹2礼拜，练2年，练2年，啊，1日弹1个月。1年咯，就上班有喊就弹啊。硬弹。哎呀，就弹。英国人的酸血的记啊，北边有了哦。几十遍有啦，几十遍有。那你有瘦2公斤吗？没呢，没有啊，没有像秋姐姐一样瘦2公斤。秋姐那是压力太大。学得很累，很棒。唱得如何呢？唐先生的贡品来的。好，诗慧老师。OK， 文竹，金碧真紧，表现到1號。謝謝。有嚇到吼。OK。要說各位，其實你今比我知道你今比從來就除了你的造型之外，包括你唱歌的那個表情態度，我覺得很到位。我如果我啲啊啲波 talk 嘛嗰種寫法，我是知道講，既然你已經要演要唱了，你就乾脆就演到底，好。因為其實你唱歌唱啊有嗓時啊，看得到有那種演出的感覺斷掉了。那個戲不見了，你就唔係愛顧唱歌也好，也係顧去佢表情也好，冇法有嘗試嚟看到人嘅表情，其實已經帶到位了。唔過呢，一下有團體以後又上到乜嘅又進來，安尼哈。所以其實在這裡面，如果你希望人嘅歌聲愛穩聽，那你可能在家裡練習，因為這首歌本來它就是一種有節奏性的東西，有節奏性的東西，可能你的律動上面，可能你會卡過卡度嘅訓練，唔知每到舞台當方嘅時間，唔係愛比張數，也係比周數哈，要該右手還是左手？然後呢，我本來可能我重點放在這邊，可是你手在那一邊，就會變得沒有一個主題。好，啊，可能在這上頭，我如果要挑，大概就是這樣吧。OK， 好，那就這樣說。沒有演好，但有唱好。對，沒有演好，但有唱好。你看最後還飆那個高音呢，哇！沒想到你還有這一面呢。對啊，你唱快歌比較好聽呢，真的。對，就快一點這樣。比較不用什麼技巧的。沒有，這很難的。對。熊恩堂哈呢，莊老師。哦，莊老師。對，好，莊老師。好，其實文竹，我特別要講，剛才世輝老師有講到跟節拍嘅問題，你的律動的問題。其實你每一次那個都有1、2句有一點點的閃失。好，真的嚴格要說的話，我覺得你的律動真的是可以更好。那在輕鬆自然的過程當中，不要忘了身體的律動。但是有一句我特別喜歡，就是請說國語，那個國語，哦，你那個做得非常的漂亮。星空為家己拍一下，請說國語。我如果要更多的細點一點講的話，哈，給你個建議哈，就是說，請說客語，我告你講，你這個東西的這個，然後你誰會按講這2句的那個聲音的反差可以再多一點。好，這樣子的話，這首歌的活潑度就會再更增加。你已經表現得很棒了，那要再精細一點，我覺得可以在這個地方做加強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好，謝謝，好，來這看一下咯，2個分數，來。好，來文竹嘅分數。是我自己寫的那個詞。一條歌到目前來講應該模擬反歌吧？對啊，他會自己寫詞哎，那他可以到時候轉戰到那個傳統組去。佢顯得其實也個唔條路，安尼歌詞地都有衝到壓力，也個好識到，非常的好識，非常的好識，好識當用白，我雙白必定可以買茶是出茶貨。就給分數。哇！謝謝老師。
有没有拿过96分？那就哭啊！生命当中没有拿过这个分数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！我们的潘德女郎，对呀，好厉害哦！你怎么那么厉害呢？可能解放吧。不是啊，解放，你不要太解放。你刚一看到这个分数，你都忘形了，屁股一直碰我，那奇怪，我会碰到软软的，想说什么东西？而且还有点温度，吓一跳。好，谢谢，开心啊，对，很开心，谢谢，赶快下去要哭下去哭吗？好，按这样，是这样子，抱着大家哭。下一位这个呢，客家嘅 R&B 王子哦，狗子长带队忘记拥抱。今晡日献嘅一首歌曲，忘记拥抱係一首過年嘅歌曲。希望用我自家寫嘅歌詞來唱出無共樣嘅客家歌嘅。漂白色空口嘅花，trong cha sư chân chân嘅ba，假聲愛càng ngày消滅，轉黑愛情像到天光，愛點點風中嘅夜，心動嘅永眠。直到長浪嘅煙，跳進我嘅深夜，忘記了擁抱，忘記了微笑，唔記得你跳擺對愛共構眼夢嘅口，真是黑體堅強。發光到地走，跌倒嘅無奈，看到未來，把嗰條馬沙條條老母嘅肢體，是你黑暗，唔知把我黑暗模糊。都給心裡病到心度，撒有空之潮，但不給感情輸到乾枯，怎麼看得懂？忘記了擁抱，忘記了擁抱，忘記了微笑，唔記得你跳擺對愛共共眼夢嘅歌，真是黑體堅強，發光到地走，跌倒嘅無奈，看唔到未來，把嗰條馬沙條條老母自己。是你黑暗，你把我黑暗，是你黑暗，你把我黑暗。哇哦，哎，这个歌，旋律是有点熟悉呀，哈，这是阿令的歌，对不对？哦，佢比賽唱嘅。啊，这歌词他也是唱客家歌词啊？咩？桂林，桂林啦。你反抽编客家歌词。对，那你今天要挑戰的是來鋪分啊？就因為我從來，這是我自己寫的那個詞。
然后有些是跟他原本不一样的啊，然后就想说把国语的歌翻成客话来冲冲看。哦，其实东都自古以来东都安尼国语歌曲把它翻唱客语的，要东都。哦，啊一条歌的，到目前来讲应该模拟反歌吧？对啊，他会自己写词哎，那他可以到时候转战到那个传统组去。传统组，每一个有时候的主题要自己去写。他应该很厉害，他应该会很厉害。哎，那个才不好写的传统。啊，不过呢，以冲黑亚个，唔记得上浪之后呢，我觉得他的眼神开始飘移了。是你今天有什么闪失吗？要么该？就不是刚好像有点忐忑。哎呀，就是懂紧张啊。紧张。因为他的音准算是，还蛮准的。很准啊。对，他天生音感的就是会唱的。对，只是金比亚属狗位比较难的地方，可能就是一些嘎下来狗子嘛，啊，有一拍，就是有点困难。对。那你为什么很多歌可以选，你这么偏偏都要用那种仿生用线，看拿数的或是比较上手的歌曲？因为亚属狗，我这个没懂喜欢亚属狗就。阿令我也很喜欢他的歌，对啊，然后想说拿这首歌出来，因为那个我觉得这首歌也蛮感人的了，对啊。忘记拥抱。可是他歌词就是下失恋啊，要嘛改跟老感情有关的。请讲评。好吧，老师讨论好了没 ？OK， 讨论好了哈。有老师请。来。志成哈，你要蛮讲，因为。从头到尾客家发音都不对，嘿，就是你贵语反过了一个词，就是很多客家词根本不是这样唱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反过了一个词，没有对那个位，没有对那个韵味，好，然后在副歌那部分有没有哈？其实就你唱功那部分俺谁冇会讲啦，就讲技巧各方面全部唱得懂后，但到第二段的时候，你会转那个升半音的时候，事实上没有升上去，但是你做了一个现场的技巧，就是。压了2遍，前面2句还没有上，但第3句你把拍子压上去，频率压上去，那基本上我有扣分啦，但是某 Q 按抖，利用这个机会比赛的机会哈，特别拢讲，你有很好的唱歌的实力，但是如果发挥方向不对的时候，会把你整个实力给消除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你所有声音都压了舌根，你事实上你的高音已经压了3次都没上。对用来讲哎，你要闭嘴吸气，然后要进入前声部，你要做外放音，你频率才会到。如果在外面的比赛，尬斯讲，就像我们现场大家有在 PK 嘛哈，这种1次、2次、3次的话，你现场就被淘汰了，所以要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这个很严重。哇，是。舌根哦，对啊，很重要的舌根。阿公。很严的，你要讲话了。你再讲一下嘴唇。大部分那个赵启老师都说过了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这首歌很难，然后它层次很多，给清风冲，那么你就没有你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建议是，汉拜冲狗哈，我没有那么悲观。赵启老师说这个，我希望看到你以后不断的挑战这样的东西。你不要，因为这是这个挑战，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东西。一个音乐是一直不断的在进步嘛。不过你要记得，当你把整个事情都做完了以后，你少做了一件事，你没有整理。要是给我整首歌下来，既然有那么多层次的段落，你不就好好设计第一句要怎么唱？所以我会听到你在前面很好听，慢慢怎么越来越觉得层次感没有了。其实如果你都有顺序都把它排好，心里有一个脚本的时候，你就知道。俺用板做，两位俺用板冲，到这里要升 key 的时候，我心里要怎么样的准备？因为事实上，所有要升 key 的，我今天感觉上狠狠的扣你1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所有要升 key 的歌，在升 key 前的那一个小节，那个和弦你就要跟上去了，你的情绪就要上去，然后直接在那个地方就进去。那个和弦本来就是帮助你的，可是你没有管它，那这点是你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原因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韩柏。最后一次，还有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呢，真正的把整首歌从头到尾好好的去写一个脚本一样，感觉说廖恩勇版从怎么唱，把那个情绪也调整好。除了念、讲、
唱以外，还有你的情绪要怎样子做起伏到哪一个程度，那不要爆表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魏如老师，你还要补充啊？好，我觉得其实今天我在听你唱转 key 的时候，刚才2位老师都有跟你提到转 key 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你知道那个音，可是第一遍的转 key 你没有做得很好，可是第2遍同样的地方你却没有很好。我觉得你有一个问题，记得在转音的地方不要用力的冲，而是要把你的共鸣放上去一点，就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其实你唱的音是对的，可是为什么感觉就频率不对？是因为你的共鸣不对。因为你的共鸣没有上去的话，你唱了那个音，但是就差了那个共鸣的一点。记得以后在转 key 再往上去的时候，你要把你的共鸣腔稍微往上，你才不会整首歌到最后很强的地方，你是直接冲出来。就像叶老师说的，直接冲出来不是，你要改变你的共鸣腔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今天我其实有给你一个鼓励。因为我觉得你很多细微的小转音还是做得很棒，所以今天我知道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将来这个共鸣的部分可以再往上调一点，不要硬往前冲，而是往上，我相信会克服这个问题。好，那好的地方再继续保持，还有一次加油！谢谢。好，哇，听起来好像感觉很糟糕的样子哦。可是这个分数各位董副插用的吼，越挫越勇。越挫越勇，越挫越勇，只剩下1个礼拜让你错了。哎呀，国字上的分数。哎呦，还行。OK 啦，因为他原本想要给到96分的。对呀，你的实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哈。哎呀，虽然有一点闪失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下一礼拜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再回头休息，安子C。好，又到咧传统组的亲密听一礼拜啦，系啦，大家好好加油哦！对啊，还有2礼拜，下礼拜是见真章的，都带朋友会得到的冠军哈，冠军，嘿，大家的看哦，拭目以待哈。哎，来介绍评审先生，恰奇嘅先生，罗英先生，魏生忠先生，曾明祖先生。先生介绍听的哈，本他个强壮一下。哦，用板强壮嘞。本他个作为咧同学的示范呐。哦，请一位先生来唱歌本他个堂。众上分享，我们用先生。好，佢带了一条非常好堂，唱到非常好的平板。
好，米友先生。米友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啊，叫我见了哈。真叫哦，今日的有请来安尼。嘉年了。作为的示范不安尼，所有安尼哦，参赛朋友看咧。不紧张了。唔好，我紧张哈。哦，我真后退啊。咪坐到幾多，企到也冇個心情冇咁樣。冇緊張，冇緊張吼。聽講米友先生接觸到安尼客家歌曲有20多年的時間咧。哎，1987年是出來搞到了哈。87年。跟當初用我接觸到客家。當初吼，客家音樂。一位同學幾年啦，吼。幾年。其實講愛學山歌嘛，我感覺我爸以前啊是當愛唱嘅滿山鎖嘅山歌，你要彈唔識。滿山鎖。滿山金鎖。係啊。滿山鎖。彈到就很難彈咯，我感覺應當唔會咁唱啊，嗬，是有同學都喺抄啦講，你副講哦，就該謝啟國老師來教山歌，我學嘛。哦，嗰日嘅幾年。咩講千叫我都湯是酸嘅咧，我是講唔好學咁多啦，係啦，假是接觸到係伊個國台嘅歌曲，係，還是講好啦，冇事嚟彈看下咧，一彈晒，原來唱喺人嗌爸爸冇唱喺無腔樣啦，對，結果人爸爸唱到唱難彈啊！係啦，樣佢嗌爸爸打死嘅。所以喺度即彈到接觸到有嗱，哇客家歌曲客家文化暗山暗係，我家學小調。哦，從小跳出很好彈哦，食材會做得嚟。所以你一腳就栽進去了，拔不出來了。一出到20人，有歷史誒。跟而家當40人這啲嘛。差唔多。很可愛咧。很可愛啊！唔應該咩教學生也教咁多嘅嗬。有一次冇彈過啦。冇彈過。一度寫多學生嘅。哦，係啊。新年嚟有。學生講100歲都100歲全部做得來，有上癮的就做得，有上嘅是做得，有文圖嘅是做得。哇！當真，今日真係都麻煩到啊！你王先生哈，係啊，嚟唱不太堂，你今日都麻煩咯。哦，你坐到幾大哈？真叫冇坐咯，唔啲關冇。唔係啦，唔坐咧就關咧，坐咧就關咧。一回生會混混。一回生二回熟。哎呀，最後啦，最後。安子 C， 謝謝，慢慢啦，嚟回做休息哈，安子 C。好嚟，比賽嚟哦。先生唱題了，開始比賽哈。你講下評判的規則啦。好，今日有請到車曲嘅先生。今日呢，我哋強調有主題。今日主題係飄香嘅好美食，我相信台灣青島嘅客家嘅美食，今日所有參賽者做啲講義，因為最好是咧，也個香味啦，也青島式嘅東西來推薦俾所有鄉親大家了解。當然，除了推薦以外呢，當然也創也山歌，一定要注意也牛絲、玉米要做來講，果子一定要配熟，也一定。一天可以記得嚇，所以大家唔使緊張，從到兩時天氣咯，大家加油！好，阿子，上次參賽評啊談到非常清楚嚇，嚟有請 TV， 一陣帶來平板。你講平板嘅介紹美食嚟談啦。大家好，今日我老觀眾朋友介紹嘅美食係我食指超有名嘅哦，平常上嘅時候係買唔到，我提前1天裝有，到底係乜嘅呢？糖愛創出底了。
哎呀哎呀，哎呀，看嘛个东西。哎呀，看嘛，哎呀，那个电路啊，松本年。哇，嘛个面色很好啊，你哈。今明要按多少？你要看到1集嘅。哎呦，阿吉啊看。冇搶樣哦，又係介紹我有就推嘅，我做嘅推嘅，做種電路。介紹面色油啊，按介紹推啫嘛。我成介紹面色啦。是否他係咪？你不要趁機給我業配置入。哎呦，阿吉啊帶人家釣魚咧，都帶你介紹下介紹嘅。介紹啲係濕紙嘅面色，啊啲周邊產品。啊，我即個設計推嘅，係啊，周邊產品推起來，係，拿做電路松本人，松本朋友啊，松本羅哥，哎呦，很好啊，係啊，松本係會有賄賂嫌疑，唔會啦，對啊，你有冇打分數本啊？也對啦，係啊，冇啊，你給呢個大分數，他會左右評審，就是我哪有可能？我沒有那麼大的能耐了，哎，不能這樣，對，開玩笑的，好。佢選的介紹下嘅，唔條到安尼果子地都有蔥豆芽粒，濕子嘅芋頭蛋糕，烏味嘅弄個，佢也嘅好食到，非常嘅好食，非常的好吃，好食到用白，我送白俾你可以買，查一些出茶貨。你有買過？對啊，就是楊本喺網網路上，對，蒙小路那裡，對不對？路那邊，那我吃過啊。我就是要一個回轉啊，係啊，看到按多年嘅店，還有限量，一塊40隻，講限量，今年做一朵仔。我沒有看到按多年，剛才唔知夾一些好，可能俾你買黑，我就一個大回轉，回轉過去我就差點被一個砂石車撞到，哎呦，嚇死我，差點沒有命吃這個了。所以今天這個就，今天實在帶了吳女生，撞到他也賠你賠不起啊！哎，看是辣的嘞。對，請品嘗。小康老師想吃嗎？想。來跟拿的，我冇擦個體下嘅快看。吃看看这个刚吃饱哈，吃一点甜点也不错。你应该很熟悉这个吧？哦，它那个芋泥啊，你太会演了吧？没有讲话就代表让你们做特制用的。延禧攻略都出来了，用吧，还是没有味道，没有变。有没有水太干了？哦，好唔容易，痛着。不会痛着吗？啊，痛着。真的要皮嘎皮啦。但是当香当好食，哦，个五味香好吃的。真的，那芋头很好吃因为它五味都好时节，给它绵密。哦，绵密。系啊。啊，再来讲一地。你推種嚟做呀？啊，地波係乜嘅？介紹推天天啊！介紹推。唔介紹推天天啊！好加咗你好。好，安尼好嘅啊！係啊，你好。介紹好嘅啊！你推咩？安尼東西啊標呢？小康老師。喂，不用 help boy，不用 help boy 啊！不用 help boy 啊！不用 help boy 啊！好啦，不用 help boy 好啊，不用 help boy。你有冇真的不用 help boy？咩樣的意思？裡面是可以吃的。哎，小康老師上身了，來，我弄給小康老師吃哈，來。不用電了，不用電。哎呀，剛剛早點拿出來，就讓你多對 key 2次。這樣啦，我就放着了。對。好，放着啊，來，你慢慢品嘗。就說放着嘛。好了，好，謝謝哈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這邊還有，這邊還有。哎，你看這個介紹美食。哎，袋子就不用了哈。這裡面是桂圓蛋糕。好了，哎，謝謝你哈，帶安好吃的，帶一甜點呢，下午茶，芋頭蛋糕，好，冇問題。哎，從東陽班的唐先生的告別。好嚟，今日呢，吳怡正小姐帶來去平板哈，其實菜園也個咬絲方面、做音方面也全部冇乜問題，因為經過按度關來，而且要慢慢體會到，但是有一點要同你講。特別而家參考中叫我講，醃上鹽。其實而家醃上鹽講四上又唔上四上了，就比如講濕子。所以而家濕子也兩隻是在創意起嘅時節，濕子了，有冇春來明啊？有時就感覺講
因为音乐上音本身就要高音嘛，所以人家高音图一开始的时间，多少会有多少卡卡，还冇算完全发挥出来。所以创呀，音上音的时间，一般讲丹田一定要用到力来，也一定要注意哈。还有一个评价了一个啦，咁样同样，因为佢本家师本来就要唱高音啊，唱我有讲过冇问题，但是你本身用的力量。丹田力量要唱出来冇，也就相當重要。當然，佢比雖然講平順的平順，但是還要同講一下，雖然講係一些高音一定要變出來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先生，阿子先，就看一下廿個分數哦。係，嚟看521的分數。今日帶落嚟嘅吼，全部都係最後嘅，來咧。還好什麼？快點！看你資料點。你快差不多要冇英國冇遇到了啊！這槍咧，住有了太那邊啊！安雄哦，哇，豬油餅啊，好香哦！不要用那種眼神看我。521的分數。哎呀，这分数真的都居高不下哎，人家都追不上你哎，哦，差唔多嘞。有冠军相，下禮拜都見真章哦。好啊，安子先，什麼名？先休息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回座休息，安子先好。哦，今日打扮都較高貴一點哦。唔會啦，最近做上芙蓉請獎。啊，都不同的這個裝扮，不同風格。cosplay， 他都有時候會當學生，有時候呢，嘿，他很多變，嘿。咩讀咩戲？好，來殺下嚟。林先生帶來3個字。當然啦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先生，我新婦啊，有件挺可惜的個東西。其中一件有100多年嘅歷史嘅一家慈善做嘅東西，一種非常可惜，等下家我哋介紹份睇這個先。一变了痛来干嘛？添就了凉啊！心不该罢了条啊，满路了向南。三面了水那修啊，一面了没那，太家有了啊，好天了放那。哎呀，阿松哥，哦，两位主持人哈，你好，乡亲，電視機面前嘅觀眾，大家好。哦，大家好，
带新妇啦哈，新妇啊，所以介绍新妇的美食对吧？哈，没错，介绍下，那新妇哦，有食个当年个做饼。做饼诶，乜个饼叫做油，细丝啊油，乜个叫做油。哦，真的呢，啊台湾规个台湾哦，东多那种百年老店，对，像淡水也有一家哈，还有很多啦，桃竹苗地区，桃竹苗你还个咩百年的老店哦，你还个买迄百年了。哦，佢委托哈，佢自家自产自销啊，佢嘅结饼。吉饼，委托อยู่佢講嘢我聽個調解講哦，台灣只有幾家做手工做嘅，真的啊，呢種蜜餞啊，非常哦，係冇全部用工廠數安尼哦，幾家，佢用數工，一家種嘅嘅一家種，一家做，一家練，一家賣，哦，看得出來是手工的，你看每一類都不規則。有冇手工誒？哎呀，老師，這家是下做嘛嘅？也做的是做的嗰種嘅用像啲藍田哦，都係人頭早時間泡小茶要做的，潤喉誒，潤喉。那我們兩個很需要呢。真的哈。對，常用喉嚨誒。好，我直接用手。你要直接用手嗎？對啊。尤其唱係啲唱歌嘅人哦，人都當會辣。哦，真好啊！吉個餅都做嘅啦，吉餅，做蜜餞做出來，又甜又清又涼，還可以吃得到裡面的那個果肉哎，哇，好好吃哦，不甜，不甜，然後也不會很酸，然後有的會很苦，它的那個。好好吃哦！它的荆棘的那个味道從鼻子裡竄出來，好香哦！我鼻子裡面都是荊棘的味道，天哪，欲罷不能再來一塊。阿妹哦，繼續講，繼續講。哦，你玩多出咯。你條白韓式都見呢回憶，更加多還感動誒。阿伯會買。有啊，會哈。將這個買。像冰箱冰，唔是冰咩做的，唔會壞嘅。唔會壞哦。像啲藍田嘅事啊。安尼防腐劑應該冰當多哈。而家冇冰防腐劑，完全冇嘅，我哋完全冇冰防腐劑。天然的，天然的。哎，天然嘅哦。哦，那這一盤我就帶回去了。可以。這個我不要。你看小。你不需要吧？這個你不敢吃的。這個你不敢吃啊。哎呀。沒有肉的你都不吃啊。啊。那個你們主持人比較需要啦，對，它可以潤喉嘛。哦，對哈，所以你是靠手的，所以不用。對。好啦，等下大家一起分享，安董哈，韓河介紹韓河之類的。好，按你沖的唐先生講評來。英英老師，好，今日來今天送大家哈，從嚟三個字，其實一出日來愛出當肯定呢個咧原味嘅表現吼，其實講你從客家山歌，相信有原味嘅，也有時間嘅歷練吼，所以從出來嘅咧強原為特別嘅冇強用，基本上從咧吼，係講第一期嘅通感，吼，你從嘅時間嘅咬字可能用辦法音吼，留意下注意到通感係通感，好，從嘅時間變成通感。一變了通來感啊！韓國甜油量，了油，因為你來個人上去吼，所以上會下輕到，好油吼，其實用油，反正確實從個人就下唔好從，吼，所以身體嘅運用我用辦落去，幫佢彈起來。下輕鬆，你就可能會去落去上一下，我相信應該表現聽出會很好，是冇呢？真係唱高一尾好啦。再唱高一尾。咁我要坐喺啲嘢跳唔了，又識唔到，又冇辦法講法。嚟，美容先生嚟。我係看到當相識咯。還有。今日啲現送歌哈，我是感覺你三個字唱落也一好哈，唔過呢前面四隻字到後面。唱起來會一樣嘅無平音啊，感覺頭前嘅音唱大時間是會吼，沉嘅聲啦。韓國後背三隻字就唱有清好，
吼，我迄个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啦，吼。好，是同我的建议吼，安尼好考起来，考起来，好，安尼来看夹个分数。林宪松的分数。92分，一分数也1号对哦，哎呀，恭喜哦，恭喜！什么牛？下个礼拜哈，加油！好，阿主席，回做消息。好了，杀下来满意呢。永波肉带的肉三哥。好，理事长来唱歌了哈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張寶玉。今位帶來本觀眾朋友嘅係我傳統嘅糯米歌，唱寫我阿妹是教我做了糯米飯，所以我今位要帶到來本大家爽爽看哦。主持人好，理事長觀你好，眾朋友大家好，哎呀，好，對呀，安強哦。講到美食嘅理事長都真厲害。哎呀，有這個就千威嚟啦，特別拍乜嘅滑通有冇？哎呀，做好百能三年生咧。哎有樣哦。哎呀，根本一分都有算嘛嘅。對呀，係啊係啊，因為啲係傳統嘅啲客家這個厲害。糯米糕，所以我講糯米糕有糯米飯。哦。做自家做誒。哦。自家做誒。所以兩種看到有兩種冇同樣嘅。我有下面哦。對對對。今日帶來嘅吼，全部就係最後嘅。來咧。看好什麼？看你說的邊。快插到也乖乖，因為我插到嘅。冇蜜桃啦嚇。快！你快插到也冇，應該冇蜜桃啦嚇。射槍咧。哎呀，我先試下咪啦。冇冇，試下咪。下面咩切到鐵太鉗嘅。你下面啲都有乜嘅料？有豆腐乾，有香菇、豬肉，還有蝦仁嚇，還有飯條。有嘅啦。當好食哈。好吃哦。冇食你講好吃咯。有錢好吃咧。我漢白就冇咯。我試咗隻隻棍。這是好食哈。一個鬼盤嘅我是搶嘅。這係早晨嗬。是不是？因為我講唔通，特別係我就做，我會做。因為我按做來，我希望我就做美椒。
佢双汇，双汇有来。哦，真的哦，哦，这是拜六佢做，佢带过来。你做买嘅哎，佢自己本身做得好高诶。我哋都客家人全部当会做啦。哎呦，客家人嘅做面食客家人做饭做嘛，个全部当会诶。哇，真的很用。啊，调咩是吧？调咩？调咩你说的？今日带青岛来，你都全部有拿。系哦，带青岛来。也背。唔是啦。调咩咩去讲当球哦，是了，有印象的是咯。我懂皮哦。懂好是咯。哎，下面怎样？我这块有沾到咸的，所以有点怪怪。所以我要从这边开始。综合啊。好吃哈。很好吃，有桂圆的味道哎。哎呦，桂圆的味道。客家人就系当会做了都有的。真的很厉害哦，客家人对那客家米食来讲，个清发味清泰啊，清火。好吃。好吃，好，谢谢李师总。好，你需要分享吗？好，那等下再拿过去分享给他们啊。来，阿啲沙人卖你来公平啊。孙总先生。好，来。今日唱咧罗山歌，几条长鱼啦，平平顺顺吼，冇乜个当台缺点。不过，提个新竹美食食材多嗰度吼，多少是讲可能要学过的上任咧，有多少辣辣的嗰种味道。但其他冇乜爱糖也是冇乜个问题啦。不过咧，对于歌词吼，提起新竹美食食材多，新竹美食。因为讲，今日主题係講美食嘛，係咩我哋講咧？新竹人美食食材多，咱地位下來呢有斑腩，有糍粑，有糯米糕喺度，讓你解釋咧歌詞，係咩為好玩真好玩美，那是本意點建議，我講努力。新聞先生。哦，所以歌詞啊，哈，歌詞沒有注意啊，咧，吼，啊，你來看一下。分數咯。對。用朋友嘅分數。好，李师总，91分，哎，92分哈，哎，好，这些，什么李师总？在这边当中，好来，杀下来。麦淑米带来3个字，来谈个来哈。信州特白温度竹堑城，在信州上方苗顺体育界传有时代的高饼店。今晡日记得为招牌商品，传向到以下超过有1世纪。等下就狂愛介紹本大家啲哦。新竹了有那名。公演了一头那云边迷了分南，满街了一乡住有了台南边人，好口了闽南，有汉做了了湾，好地了一方嗨，你好，主持人好。哇，唱到暗好啊，你哈。什么？那个声音特别亮啊哈。哎呦，今天唱到东好了哦。哦，这个安雄哦。哇，猪油饼啊。哦，猪油饼哦。哇，这是真传统的啊。那个你
结婚的时间用会有什么？对，他们因结婚的送礼饼哦，太饼就会有要给了。这要从哪边开始吃啊？看你。等一下，你不要，你要先吃之前，对，你要先了解这个饼的由来嘛。可是它很香啊，你就受不了了。我受不了啊，渡不了。对，那它的由来，新竹嘅内味。新竹安泰，味，系啊，新竹市也是新竹烟。上方苗顺头，新竹嘅上方苗那边，庙口那边，系有间东台间嘅百年老店。百年老店，听讲也间老店从1890年，所以你看已经。快110年了。多。哎呦，8年了呀！8年历史哦，20款啊。上。继续来。来显示了哈。哦，全部用猪油做的哦。掺一点啊，掺一点。很香。掺对。这批那个猪油用都冇咁用。好香哦！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。尤其个猪油啊，溶饭哦，提最后好吃，好香啊！这个真的不错。干什么？真的很大鹏这样住在柱子还在节目上有哦，要好吃的东西嘞哈，特你冇吃些啦？那什么？爱香哎。不是我们你有吃没？我调到朋友那些甜的米糕，味道好撑啊！我先休息一下，好，等一下再慢慢品尝，好嘛？好了，给冲特了，冲特也好，同先生讲评啦哈。米先生，好嘞。好，你嘅参赛者哈，淑美小姐，今日创了出3个字啊哈，可能是因为哈为结束咧哈，心肝下那紧张。哈，咁一唱啊，伊个新竹特别太上就话出来哈，行一下很容易啦哈。其實平常心是好啦哈。新竹有名啊，講言堂唔好講，一下吼變講啊出來啊嗱哈，啊個人啊特別的下咁嘅衝突啦，安尼就出來上啊哈，當突兀啦，哈，唔做參考，大家互相嘅勉勵，好嘛？好，謝謝老師。啊，你再唱另外一邊嘅。恰嘅先生，好，其實吼，也個3個字，我感覺講今日因為佢本身麥秀明小姐佢本身咧，做嚟講也個聲音亮，吼，因講較太合，所以在佢出現嘅時節，感覺又較太上頭，新作了嘅時節，有時候伊太上揚嘅啦吼，但是其實在俺呢佢聽起來，因為總嘅堂家上呢年老音樂。來嘅課吼，最主要我哋係對針對伴療，吼咬舌啊各方面，所以可能迄美基本上嘅音質要較亮，吼也係一個問題啦吼。至於講一歌詞嘅東西，今日寫出來後面是，你寫出那笪地方嘅後面是，你就將佢嘅特色同佢創出來，分享嘅所有鄉親吼。所以今日來講，做嚟講也係算平平順順啦吼。至於其他評審一定講人有講人嘅看法，點樣辦吼？等下分數出來就對哈。好，加油哈！謝謝老師。按做看分數咯吼。係咯。一個分嚟來。馬上面分數。謝謝老師。很明顯哦，有落差的分數哈。對，按你加起來係23，按你度93分，93分，嚇，再一個啦，做得嘛 ？OK 啦，做得啦哈，恭喜你啊，哈，恭喜你哦，下個禮拜哦，加油，啊，安住先，好嚟，撒下來。總會贏得嚟攞3個。好嚟，彈緊啦。農家種春，一係新旺農會，喺我嘅新香米吼，做出來，我係再聽到來。真的？再聽到來。為啥咁做？帶一上啦。一上，按你2上。
家好，我是钟慧仁。土人的信香米非常的出名，所以我幸福农会将了信香米做出一种亲好的电路，不管台人、西人，食了很为在食。所以今日我又带来了，让大家分享哦。小乡村，心目中风吹。农家种出新香米呐，嘎嘎了。春啊，米饭香啊，两位主持人。幸福，电视机的观众太搞好。係啊，唔使幸福應該冇可能介紹別地方嘅嘛，一定介紹人幸福嘅米真啊。米吼，董威是番，愛嘅幸福人董威是番，幸福嘅新香米哦，非常嘅出名。新香米哦，新香米係咧地方嘅名，係咧米係，就比如池上就有池上米，對對對，愛幸福係新香米。哦，新香米。煮飯吼，cái飯熱滾去了，哦，回家當香哎，非常的香新香米。我好想去買一包哦。真的，跟一般那個超商嗰度買得到嘛？應該買得到，係新香米。是當然是大新香米就買。用嚟情況那是。因為個講真那個米飯吼，好生唔好食個差東多。差東多。按量吼，乖乖係外個新福。唔得乖乖來，係，啲喺新豐農會喺外個新香米吼做出來，按啲開始嘅嚇賣冇貨，聽唔到。唔講一個乖乖係用人咧新豐嘅新香米做出來嘅。一看起來有啲像干貝呢，一個形狀。干貝啊，好香哦，五香味道。就有點像那個五香乖乖啊，真的好吃哎！好了，把它帶回去，好了。帶給農妹吃哈，農妹一定很愛吃。哎呀，跟阿弟媳婦要買到係咪？狗牙磨貨啊！係啊。有個係媳婦老乖乖出的聯名款。BOT，好吃呢，我係再聽到來。真的啊？再聽到來，會查到再來。一上一上啦。一上，按照兩上，一上啊！一上，一上就創按你貨櫃一上啊，係咪？哦，一上嘅安泰上嘅係安泰上。時間也有啦，
蛮大包的啊。哎呦，你看他们客家人真的多大方啊！一箱追来哎呀，一箱来追来啊，冇骗。阿你冲睇咧，汤先生嚟公平啊，吼。阿你米用先生，他之上冲唔会去查啦。他咱建议吼，风吹无浪土米香，你下土嘛吼，你做得过米果，啊，你就唔会过饮是唔会爽唔去，吼。嘿，你还一只小小的诀窍，吼，你吃咩你吃下咩嘿咩，吼。还个农家种出新香米，香丝转入莫拉孙啦，吼。你还一点小小的建议啦，吼。好，以上简单报告，谢谢。好，多谢英英老师。好，总台姐吼，强用从安多年嘞，所以呢个原味讲起来实在是21号吼，就是有你爱时间个历练，创出来个原味，然后你爱可能系后生啊，冇就是你爱成年咧，从起来个感觉有冇强用，所以基本上我感觉呢日出之来吼，不管从从乜个。腔调、罗山歌、山歌子片嘛，然后小调歌曲来讲，都如你自家爱表现、爱表达嘅啲方式，我取到1号，吼，咁个就会去克服嘅你上任吼，可能上是为个人美食节为阿泰吼，你系部分我上为去老去加强，然后去轻风法来合适自家创出来为喊下人民表现喊下好嘅吼，系讲基本嘅罗山歌，比如讲就开始提日件吼，你入歌嘅时节提日测试。重现咧，毋过介早时毋系个人，为安现系认为我感觉伊重夹入歌，系含慢调吼，等佢音乐听下来，伊准备好咧，小小乡村，安样弹起来会较轻松，因为全部系带音，人当做毋得声，该上音好为安现，吼，再个来讲吼，农家种出。就做得收听咧，后个出你来到听，从然后去收听，个就让你自家最强嘅味素表现来本大家听到，好，本日按建议，韩国，你幸福感咪真紧当好事，来打广告，好，新闻台看，新闻老师，看粉书，粉书，欢迎啊，周末演的粉书。现场。恭喜哈，90米粉，哎，今日多一下普遍他个粉数都不差哈，恭喜，这些哈，这些哈，哇，带了暗后是在好好吃哦，期待下一位会带。下一位是什么呢？好嘞，来，红平法带来平板。好嘞，看看。大家好，我今日来介绍好食嘅美食哦。我記得我細細時咧帶到新竹人嘅關係錢，家下家家戶戶全部仲有到現炒。現炒係一隻前好嘅東西，做得煮茶來食，盡量退火，未做得煮前多嘅現炒料理，愛食嘅話聽嗌來哦。落姑娘。
可以，哇！各位主持人哈。金发哥带来米色来的顿钓上来了啊！哎呦，金发哥来，调到时咧最暗早来啉东西。那个嘛，苦茶呀，咸臭茶。哦，咸臭茶。关系啦，出山的咸臭最有名呢。最基本的是呀，咸臭茶。基本款，基本款。哦，咸臭茶以后让我说仙草冻。然后加工品啊，仙草冻。仙草冻，仙草冻哦。那个时候呢，鲜色啊，抹干那个奶精哦，那个吃得出个仙草的那种甘甜味，哇，紧张。嘿，那要先从，我这个没问题，你试试看啦。要关西最出名的仙草，要空一度热的。要冇变过啊，要唔是变的。哎，叫出来。没当 Q 啦，没硬啦，而且很滑润呢。哇，还没这，还没这。还没这样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退火。做对了，尽量退火。尽量退火。哎。那再喝这个。好来。也还那好，也原汁原味。好，有甜的吗？冇，这个好，它没有放甜。冇加糖的啦。也原汁原味啊，少糖啊。哦，伊本身就有甜的嘞，18甜的，咸臭的甜。这个好哦。伊也较有加工的嗰种米丝加工品，对，较无含甜盐，较无含甜盐。啊，叫做甜盐呢。我哋细时的哦，吃也还剩唔多。全部是石家庄啊，是咸臭茶哦。关西就做吃得多安尼咸臭。关西当然有呀，咸臭节。啊，咸臭节，哈。当然都11月底到12月初，就会举办关西农会举办。23年係啦。當然，全部會吃茶。好哦，有限時間啲關西料啊咧。哦，什麼年哦，安好嘅東西哦。我哋從頭嚟同樣先生講回來咧。申請先生。那位王新發先生，王新大哥，今日創立平板啊，主題歌詞寫到非常的詳細，獻醜塗改啊，財報喊出來啦，全部啊。按歌來講呢，幾條平板不管講你娛樂人、台視上，全部做到非常的好，我個人感覺啊。平板唱到非常的優順，咱最後一心啦，下個禮拜呢，加強加油，當有希望哦。啊，謝幕先生。好，安尼，咱可以俾人那個。民族先生。先生好。顯發先生呢，今日。比賽了6位嘅參賽者吼，我聽到嘅話，我今日是聽到你嘅歌聲最平順，唱到清順啦，吼，做人方面呢，也做到清人物啊，吼，所以講係呢考驗自家嘅吼，咁樣嘅抗壓性啊，吼，見到決賽來吼，難免自家壓力會很大嘛，所以這個來表下平常心到，相信到下禮拜嘅咁樣嘅決賽嘅話，睇自家分數做到拿到清過，這個繼續嘅努力啊，樣嘢吼，唱到清好，吼。好，謝幕先生。好，按你這看一下人分數了哈。王顯發分數。哇！好高分哦！恭喜！哇，很高分哦！還有一禮拜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回頭消息。好，謝謝，哈。好，安尼我哋下禮拜到底萬一我得到冠軍，一定要準時收看你節目哈。肯定哦。還有當作好唱歌嘅朋友，記得來報名啊。報名專線0966676672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一下，大家來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因為呢，還沒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哦。什麼？還有辛苦嘅參賽者，希望大家加油啊！什麼小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，大家非常的辛苦你們了啊！希望下禮拜我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中下台，再見，拜拜。